大家好，今日我同大家講解用 Player Master 1.8版本軟件及播放盒進行升級的相關操作。首先，我們打開 Player Master 軟件1.8版本，在設備管理界面下，走到版本這個任務欄，然後可以查看當前 A35 的播放盒版本是 1.68.5。我們點擊它右邊的升級按鈕，然後找到最新的 A35 升級程序 1.68.8， 然後單擊打開。此時顯示升級包正在上傳中。上傳成功之後，顯示正在升級中。此時可以發現我們的版本由之前的 1.68.5 升級到了現在的 1.68.8， 這就顯示我們的播放盒升級成功。